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副总统陈建仁参加921赈灾20周年的防灾的活动，全国各级的学校嘛拢来宣导防灾的观念。正拄好，昨才来发生着花莲的大地震，嘛互防灾产品真热门，大家是小济问。昨4月18地震，不少民众拢惊到副总统陈建仁参加防灾教育活动。自助以外，还要彼此互相的帮助，这样我们国家防灾的能量才能够大量的增加。内政部长徐国勇分享一个跟地震有关系卡盒。苏院长才核定了166亿，要给我们学校耐震补强，早上才核定，下午就发生大地震。好佳在只有部分的学校设施有毁损，加强校舍的内震的能力，真正是一刻拢袂用等。这次的地震，不少学生拢伫这种防灾的头套，平常时是困到咧用的枕头，地震的时阵就会当当做头套，防止互落落的物件讲着伤。另外，亲像是饮水、打尿、紧急救生装备的地震的避难包，经过昨暗的大地震，询问度嘛变悬，提醒民众天灾什么时阵来，无人知，平常时都爱做好万全准备。